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0篇12节到17节，阿摩司书第3章13节到第4章第5节，马太福音15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受教。西方世界将世界在冷战时期将世界分为3个世界。第一世界指的是西方民主国家，包括美国、北约以及所有的盟友。第二世界指的是华沙公约组织以为主的这样国家，包括当时候的苏联以及中国或是一些共产国家。第三世界呢，通常是指着亚洲非洲中南美洲的开发中的国家。后来所谓的第三世界就代表着一些发展落后、国家状态落后、慌乱，凡是像传染病肆虐的地区，或者是私刑泛滥，渐渐的在国际上呢，这个第三世界的名称就直接的说明了代表着落后、未开化，并且具有强烈的鄙视、贬义的意涵。当然后来也因为基于尊重，透过教育，透过经济发展，西方世界国家开始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。虽然这当中仍然有很多具有经济利益的考量，但是呢，也透过这样的殖民、教育、经济发展的帮助了一些第三国家渐渐的成为开发中的国家。上帝透过摩西律法，就是受教的人成为受教的人民，让这些有偷窃习惯偶像崇拜习惯的以色列人呢，能够受教育，得到约束，渐渐的成为所谓的受教的人。也因为这样可以来学习上帝的律法，跟随上帝的脚步，成为上帝的子民。同样的，先知也重申了上帝的律法诫命，来使违背的以色列人得以回到上帝的真道上。阿摩司书第3章13节到第4章第5节，先知对于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民这样的说道：至高的上帝万军的统帅说，听啊，要警告雅各的后代，当我处罚以色列所犯的罪时，我要拆毁伯特利的祭坛，每一座祭坛的4角要被打破，倒在地上。我要拆毁他们避暑的别墅和避寒的暖阁，象牙装饰的房屋和豪华的楼房都要倒塌，成为废墟。上主这样宣布了：撒玛利亚的妇女要听我的话，你们胖得像巴珊的母牛，你们欺负弱者，压迫穷人，指使丈夫倒酒给你们喝。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圣名发誓说，那日子一定要来，有人会用钩子把你们勾出去，再像鱼被勾住了。你们会一个个被拖到最靠近的一个城墙的缺口，被扔出去城外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至高的上帝这样说：以色列人你们到伯特利的圣址去犯罪吧，你们到吉甲去尽量的犯罪吧，你们天天献生祭，每隔3天奉献所得1/10吧。
你们尽管去献贡饼作为感恩祭吧，你们尽管去夸耀慷慨的奉献吧，反正这些事都是你们自己所爱做的。有时候西方国家或是有受教育的国家人民不见得比较文明。福音书时代的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，他们以为自己是文明人，是受教育的人，可是他们的行为事实上却是像是野蛮人，他们没有受教。马太福音15章第1节到第9节记载了当时候的情形。有几个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问他为什么你的门徒不遵守我们的祖先的传统？他们吃饭以前没有按照规矩洗手。耶稣回答：为什么你们要遵守着传统，却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呢？上帝说要孝敬父母，又说凡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。你们偏偏说，要是有人对父母说，我已经把奉养你们的当供物祭献给了上帝，那就不用孝敬父母。你们拿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所发的预言是多么的正确。他说，上帝这样说，这人民用唇舌尊敬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，他们竟把人的规律当成我的命令，他们敬拜我都是徒然。这些人只是假借着祖先的传统来消费上帝的救恩，他们将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诫命，成为了未受教者，思想、行为、言行都如同未受教的野蛮人一样。越是知道救恩，越是领受呼召的人，应当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，以免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浪费了救恩，没有见证。诗篇90篇12节到17节，求你救我们，数算我们的年日，好使我们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的震怒几时终止？求你连续你的仆人，每日清晨，求你使我们饱享你的慈爱，使我们一生充满欢欣喜乐。你使我们遭受多少年日的苦难，求你也使我们享受多少年日的喜乐。求你让你的仆人看见你大能的作为，让我们的子孙看见你荣耀的威力。主，我们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给我们，求你使我们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成功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受教者，明白主的旨意，愿意遵行上帝的诫命，成为一位愿意荣神益人的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